practice paper paper one 第5條，好啦 ，rates and ratio 基本上好多同學咧見到呢啲題目咧都會諗一諗佢哋嘅關係先嘅。咁其實咧呢一種題目咧，我哋可以叻兩個未知數，亦都可以叻一個未知數去做到嘅，因為佢另外一個未知數係可以同你是但叻一個瓶子或者一個杯子一個 bottle 或者叻一個 cup 都好，佢會可以同另外一個掛鈎。咁但係我會中意叻翻兩個未知數，因為我解方程嘅時候我可以直接撳計數機。好啦，咁我今次就叻個 bottle 做 x， 叻個 cup 做個 y 啦，好冇？瓶子做 x， 杯子做個 y，OK？好啦，咁佢哋嘅比例係4:3，見到比例見到 ratio 嘅時候，唔該將中間呢個比例呢個符號，即係我哋所講冒號咁嘅嘢啦。OK， 將佢變翻做份數先，變翻做份數先要點啊？4寫喺上邊，比例呢個符號做份數先，3寫翻喺下邊，咁樣嘅。OK， 原來我睇唔到上邊。好啦，嗱咁於是乎咧 ，x 比 y 等於4:3。x over y 就等於4/3，呢個第一條式有冇問題？好啦，冇問題的話，第二條式 bottle 係 x，cup 係 y， 瓶子係 x， 杯子係 y， 7x 7 bottles 7個瓶子，再加9 cups 9個杯子，等於 total 幾多容量？11 litre，OK， 11公升。呢條係我哋第一條式。呢條係我哋第二條式，第一條式我哋執靚佢先，交叉相乘 ，OK， 3乘上去呢個位，3乘上去變咗 3x，y 乘上去變咗 4y 等於 4y。好啦，跟住再執一執 3x 減 4y 等於0，呢個係第三條式。我哋用第二條式呢個同第三條式去做一個解方程 ，OK， 解方程無論你用代入法又好。無論你用代入又好，你用消元又好 ，OK 都冇問題。咁咧，我習慣咧係咩咧？因為我要慳時間的話咧，我會直接用計數機去做。咁大家應該無論中學老師又好，補習老師又好，都有教過你入聯立二元一次方程嗰條式嘅。OK， 咁於是乎咧，我就可以直接寫英文嘅同學就 by solving 啦，by solving 啦。如果驚扣分，可以寫 by solving 2 and 3，OK。咁中文嘅同學就直接寫解方程，解方程2及3啦 ，OK， 跟住之後攞翻你部計數機出嚟，咁我自己入 program 2嘅，咁我都有呢條式嘅，用呢條式根本就即係冇乜問題完全。好啦，第一個 x7，OK 呢度係7啦，第二個入9，第三個入11，OK， 跟住第四個係3，第五個係-4。中間呢度最尾冇嘢，撳翻0。好，第一個 x， 你撳 x 先，佢就會出翻 x 先俾你。sorry， 大家睇唔到。撳完之後啦，你撳 x 先，佢就會出翻 x 先俾你嘅。OK，x 就等於4/5，再撳多下佢就會出埋個 y 俾你，咁 y 就會等於3/5。記住抄晒呢兩個答案出嚟，抄完呢兩個答案出嚟，再去睇下佢到底問你乜嘢。佢問你一個瓶子。Find the capacity of a bottle。bottle 我哋叻咗做咩？叻咗做 x。咁於是乎我哋 x 呢個就係答案，所以 the required value is 4/5。中文嘅同學就係所求的答案是4/5。補翻個單位俾佢，4/5 litre。OK， 4/5 litre。得唔得？有冇問題？